据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2月18号的信息发布，当日菲律宾一架 C-208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允许，非法闯入中国黄岩岛领空，还颠倒是非黑白，散布虚假叙事。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，警告驱离。根据菲媒 ABS 的报道，18号早晨8点多，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的一架塞斯纳 C-208型小型飞机搭载菲律宾海警人员和女记者，闯进了黄岩岛上空，但遇到了中国海军直9的贴脸驱离。塞斯纳 C-208 是一款单引擎涡轮螺旋桨轻型飞机。菲律宾现在将其主要用于在南海对中国的空中侦察、照相和空中滋扰等等。从菲方公布的直9直升机的画面来看，这是一架机身编号68的直9F 反潜直升机，普遍装备于中国海军054A 护翼舰和052D 驱逐舰。这型直升机可以外挂鱼鳍反潜鱼雷、鹰击9轻型远程空射反舰导弹等武器。由于对机载航空设备和飞行控制系统进行了升级，提升了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能力，所以直9F 的机动性、操作灵活性优于菲方的 C-208。在各自时速200公里的飞行过程当中，与菲方小型飞机拼刺刀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从菲律宾媒体的报道来看，现场对峙还是非常激烈的。期间，直9F 一会儿在 C-208 的左边，一会儿呢又飞到 C-208 的上方。直9F 距离飞机的距离非常近，最近的时候只有3米。直9F 螺旋桨掀起的强大气流，一度导致菲方的飞机机身不稳，左右摇晃。飞机上的女记者惊呼出了"上帝"2个字，还吓得菲方飞行员通过无线电向我方喊话："远离我们，保持飞机距离，你们飞得太近了，非常危险，你们危及到了机组人员和乘客的安全。"但是从视频画面来看，咱们的直9飞机完全没有理睬菲方的喊话，继续以压迫性的姿态驱逐菲方的飞机。整个空中的对峙过程持续了有30多分钟，直到 C-208 飞离黄岩岛领空的范围。事后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恶人先告状，发表声明称，中方的鲁莽行为严重威胁到了飞行员和乘客的安全。南部战区的回应与以前有一处不大一样的地方，指出菲方妄图以军事挑衅谋求其非法主权主张，以三宣炒作误导国际认知，注定是徒劳的。首次将菲方小型飞机的挑衅性行为定性为军事挑衅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。对于军事挑衅，中方当然会以军事手段来反制。这个时候，其实也有很多人想到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将入侵黄岩岛的菲方小型飞机直接击落呢？其实从法理上来讲我们有这个权利，但是呢，这是一个需要非常慎重考虑的问题。一来，虽然这是我们的领空，但是从国际大环境来看，我们需要在总体上努力维持南海局势的安宁和稳定，尽量控制不发生武装冲突。二来，海军的直9F 并未装备天雁90直升机的空空导弹，装备这型导弹呢是陆军型的5直19，用直9F 攻击菲律宾的 C-208型飞机是不现实的。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，在近距离上压迫式的驱离还是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方式。当然，如果菲方继续派出小型飞机侵闯咱们中国的黄岩岛，不排除中方会给予更加强硬的军事反制。比如说从西沙永兴岛机场派出战斗机进行警告性射击等等。也许在以后的驱离行动当中咱们就会看到。好，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飞评论，下一期再见。